尽管大港大厂联电放射是要求因的供应商1个月内都要到明年度的降价方案，而且要降15%以上，这就造成联电今仔日股票是有落小看啊。联电目前是敢若回应讲，无要针对细节加评论。对中国成熟制成的俗价竞争，争议大港大厂联电传出，即已通知供应商，按伫1个月内提出具体应执行的降价方案，至少15%，按算为明年元旦开始。联电车子股价也有红变好，小幅度的震动。市场上有供过于求的疑虑。第二个，本身的终端需求不是那么兴旺的情况，再加上竞争对手又来势汹汹，要求供应商价格往下调整，是联电不得不为的一个策略。在正式通知中，联电强调，国际局势剧烈变化，能源价、原物料、物流等成本增加，对公司营运甲毛利率造成真大压力。那供应链应配合逻辑，未来第三型分配甲订单合作也是重要依据。联电表示，未针对供应商介绍细节评论。有专家认为，为摕到订单，供应商可能也是答应逻辑，不过幅度依然爱协议。最近伫半导体产业，外界高度关注。将对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，希望美台各自承担晶片一半产能，也就是55分。行政院副院长陈立群进前表示，未答应安尼条件。以台积电2024年的营收大概3兆新台币，那美国客户大概就占了2兆。那你要把美国客户的50% 移到美国，这个当然如果完全配合美国的话，我觉得对台湾的产业链一定会造成影响。产业链不只是台积电，甚至连这个相关的供应商都必须要去美国。台湾甲美国已经第5摆实体参详有关232条款安怎调整，是毋是伫美国设雷科航空区协助台厂投资？还个等行政院谈判小组对外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